台北市在都受在动央重改屏东然果树，还有林边架动提起，系屏东莲雾还有密组嘅山体哦。大家是话到讲，今年都冇办法是到了到合适嘅果子咧。不过经过农民嘅什么答辩，屏东县政府在2个礼拜2日，咪系才推白，希望工厂期盼2站修改法通，呈现了8年内农民嘅富港成果。 高雄乡农会人员都无限包装组，屏东县高雄乡的组都白白水在过后，引致体本水搭配，产量减少3项。不过经过农民的答辩，不太这个寒食湿度又太又好些的走。今年因为风灾的关系，产期往后挪，所以说在过年后，我们那里也是还有很多枣子，而且品质都很好。 另外，林边乡农会在摆出日常的无珍珠，同太之家讲，今年虽然较慢一岁，不过还是许多林边乡的任务。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针对我们88水灾重建，就是说要让大家知道说，我们虽然屏东县经过88水灾的这个风灾水灾呢，但是我们的商品、我们的这些重点的作物，包括莲雾跟枣子，并不受到这次88水灾的影响。 过年前次每日的2日，屏东县政府和台北市的希望工厂来办农产品的促销活动，希望这样的天数灾区的农民做重建。客家新闻林建儒、刘文辉台北报道。